上清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东京奥运23开幕，咱台湾队伫昨昏出发，这摆计共有68个选手参加比赛。说传出昨昏政府安排包机载选手去日本的时，咱的国手拢坐经济舱，颠倒是随团的体育官员拢坐商务舱，虽引起批评，各界拢骂假。昨暗教育部长潘文忠、体育署长张小喜有开记者会回失礼，但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面册道歉。亚当女神郭幸存出现伫机场，有求世界球协大主任伫帽啊挂乌目镜，执行李办报道。咱国东京奥运代表团134位成员，19坐飞机到东京。不过大主任 IG 限时动态这张相片，互大家正注意，因为顶头写着正怀念长荣航空会当坐商务舱，这回东吴选手全部拢坐经济舱。和教育部长潘文忠去年保证和中华队的选手、教练拢坐商务舱的承诺跳票，教育部伫19暗赶紧开记者会道歉。确实思虑不周，在这里我要和体署张署长来向所有奥运代表团的国手致上最大的一个致歉。站起来行礼，你和东吴选手坐经济舱道歉。中华队这边包机的机型是空中巴士 A330，313个座位有36个商务舱。除了代表队总教练加队员以外，包括中华奥会主席林鸿多、总领队蔡成辉、体育署副署长洪志昌、体育署组长蓝坤田等官员坐商务舱。其他134位选手在每回座坐经济舱。过去总统跟院长都有指示，还有部长都指示我们一定要让选手要照顾选手，所以只要大的比赛，我们出国能够包到大型的飞机，我们都一定让选手能够坐商务舱，这是一定的。体育署讲，当初考虑防疫，才会采用座位较侪经济舱，无实现对选手的承诺是因的责任。总统蔡英文伫咧 FB 发文讲，安尼始做无够大心，无够用心，和代表台湾出战的选手感受无好，伊感觉真遗憾。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抱歉，讲这件代志考虑无周全，已经打电话向大主任道歉。奥运结束了，会请教育部提出检讨报告，追究责任。大主任的老爸戴南凯发声明讲，感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即马大家关心的重点放伫咧比赛，希望选手会当提牌。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代表队第一批134个人伫昨暗嘛已经顺利到日本，但做日本的代表谢长廷嘛有去亲身去机场迎接咱的台湾队选手。入境的体检照拢阴性，嘛全拢顺利带入去选手村夜市饭店。华航的班机慢慢降落伫咧羽田机场的跑道。东京奥运中华代表团第一批134位到日本，伫经过2点钟的防疫入境程序了后，全部顺利入境。虽然拄落飞机，不过大家拢心情真好，用简单几句话表达因已经传好啊。其实还好，蛮快的。对啊，那个程序很多，真的手上拿一堆东西，有其实蛮开心的，可以就是到这边，蛮兴奋的。兴奋，迫不及待，我们准备好了，练习站，我兴奋。OK， 谢谢。第一批到的中华队选手会当讲是全明星的顶级。亚当郭幸存、羽球大主任周天成，还有射箭队拢顺利入境。每一位选手拢挂嘴罨甲目镜，家己保护好好。中华代表团到日本，驻日本代表处处长谢长廷也亲自到羽田机场迎接，也传一寡简单的餐点给辛苦的选手甲教练。谢长廷看到中华奥会主席林鸿多也拍手敲欢迎，就是特别高兴，然后不能叫，差点叫出来这样。希望他们早一点休息，养足体力，注意自己的健康，有好的表现啊，这是我们的期待。能够顺利来参加整个东京奥运的这个比赛，我们大家的选手的士气都很高昂。中华队顺利入境日本，身体甲心理拢保持伫咧上好的状态，希望伫咧运动员上悬的目标奥运有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风台，今年第6号的风台烟花继续增强。气象局是表示，伫今仔日有机会会变作中度的风台。气象专家嘛预测讲，明仔载拜三有可能就发布海上警报，若拜四早起有可能发布陆上警报。各地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受到它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周4到周6这几天呢，我们要特别的就是观察烟花台风距离台湾会有多远的情形。北部地区在山区的部分是有可能会达到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不过风台路径也有真大变数，卡祖地压内有变动，或者是其他分析发展，拢影响到风台移动速度甲路径变化。东亚呢，正位于一个相当大范围的季风低压的范围内。这当中呢有台风、热带性低气压，北边呢有太平洋高压，南边呢有西南季风。这几个势力呢盘根错节也相当的复杂。周4到周末这段期间，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另外，气象局又推测，伫广东附近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增强至第7号风台查帕卡。目前风台路径有高调向广东方向行，暂时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两个风台是毋是造成天然效应？气象局指出，查帕卡会维持风台强度，还佫看伊甲烟花的相对距离，才知影是毋是有相互作用存在。无确定性还佫真大，还佫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甲明仔载受风台烟花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会变较济。咱来看云图。目前轻度的风台烟花是在台北东边的海面上。今日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不时会有局部低渐雨，中南部是过昼了后有局部阵雨，也是雷公雨。伫明仔载北台湾落雨的机会会增加，会大大扩大到中部。那今仔日的温度，伫新竹以北、金门、宜兰、花莲、台东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提醒乡亲，拜4到拜6受风台的影响，会开始透强风、落大雨。那另外一个风台查帕卡伫昨昏嘛已经形成，礼拜日开始，这两个风台会互相影响，加上风台会引进西南气流，雨会落到后礼拜3，而且雨会不止粗，爱细日落出灾情。若昨昏过昼了后，热对流发展是真旺，各项的风沙施雨量超过100毫米，道路拢淹水，各有民众亲像去用电吊泉分去，有生命危险。当地的里长是认为讲，市府袂使讲因为落大雨就下提责任。开门看，厝门口的水淹到骹肚，赶紧问厝边的情形。19日到高雄落大雨，以凤山区的施雨量上大，超过100毫米。雨毋但大，阁来了正紧，小偷袂赴，真侪所在淹水。整个积水大概有30公分高。很久没积水了，今天是怎么回事？你看整个水沟都水都没办法宣泄啊。雨正大，阁一直弹雷公。撩水过民众心内拢惊惊，凤山区三面路的停车场就敢若是设备漏电，有一位39岁女性撩水经过时阵电着，即马送病院有性命危险。现场即马有封锁线，有可能是电线破皮漏电。整条路面的水根本就没有办法跟线，没有办法泄到水沟里面去。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寡所在水淹到脸啊遮尔悬，交通拢拍解。当地里长讲，应该有半个凤山拢浸伫咧水内面。中二里淹水正严重，里长李兆清讲，规个凤山的排水系统拢被水淹去，政府袂当只敢若讲强降雨就拢无责任。小姐，你还要涉水回家哦。这阵雨也造成林武区鸟青路甲定青路附近大概3880户失电。雨一直落到暗时7点才较碎，淹过大雨过了，规个拢是土沙水，若要拼嘛真头痛。政府即马就来赶紧想讲，后一遍大雨来进前，会当提早做多一寡准备加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石油署是宣布讲核准高端的预防射的制作申请啊。石油署是表示，经过检验，高端这支国产的预防射抗体效价是 AZ 的3.4倍。
专家会议21个委员，敢若1个人反对，所以有通过高端的申请。上近8月份，咱国产预防社就会当上市。卫福部是药署18邀集国内化学制造管制、药学、毒理学、临床医学界专家开会审议高端新冠肺炎疫苗专案制造申请案。依照试验结果，高端疫苗的中和抗体数据比 AZ 较悬，是 AZ 的3.4倍。另外，血清反应比率95.5%，也比标准要求50%较大。参加会议的21个专家当中，除了主席无参加投票，18个人同意，1个人要求补件，敢若1个人无同意，通过高端疫苗专案制造申请案。是有一位是勾不同意，但是即使我们有采记名，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专家他所提的。我们没有全程录影，对，那我们当然都是要借重专家们的专业，那这部分我想他们在会中都充分的表达。是药署表示，未来高端疫苗适用伫20岁以上的成年人，爱注2剂，让28天。疫苗伫专案核准制造期间，高端必须每个月提供安全性监测报告。被核准专案制造，高端并无派代表出席记者会，敢若发布书面声明表示，公司会依照规定执行安全监测，并进行第3期临床试验，也甲亲像年龄层扩充这的其他验证性试验，以得到常规药证，也甲国际认证为目标。外界关心是安怎即个试验无公布甲高端对比的 AZ 疫苗效果，但是中回应，因为即马有2间国产疫苗用共1份资料比对产品，为了公平，目前拢无公布。社会对这种事情，专家审查会议都有很多的争议。那有一派会特别主张说一定要全程公开。那有些人就是要尊重专家的意见，表意权能够让他自由。这2个各有它的优缺点，没有办法说谁好谁坏啦。如果全程公开，其实谁又能够保证没有背后的交易在？陈时中表示，8月份高端疫苗应该当少量上市。对于高端新冠肺炎疫苗专案制造申请通过，总统府表示尊重专案会议甲科学证据。若是总统府总统什么时阵会带头注国产疫苗，总统府会依照指挥中心开放注射计划进行后续的相关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嘛是预防社的代志，这是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伊打算要开40亿，家己去买 mRNA 的预防社，要互台北市民会当做第3档来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甚至佫讲，就算是记者伊嘛要买。郭文铁嘛讲，这代志本来应该是中央的责任。台北市长郭文铁要开40亿无排毒耕作，家己买第3剂新冠疫苗引起关心。过去国民党也想要协助4县市买疫苗，郭文铁捌真侪摆认为，家己买疫苗一定比民间更较困难。如今态度煞180度大改变，伊讲防疫爱提前部署，尤其是买疫苗免个慢慢来，各种疫苗无够的球等候中央。因为这个现在开始编明年的预算，你知道，其实老实讲，这种事情哪里是台北市政府要处理，应当是卫福部底下的国卫院啊什么这种幕僚机构去想说，到底台湾要不要超前部署？买第3剂新冠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中央早就规划布局，甲台北市府目标同款，各透露已经到谈判最后阶段。各国都需要次世代的疫苗。那大家都及早在准备，那指挥中心我们这边也在相关的谈判上面也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好，这方向是跟我们一样，那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不过做疫苗了后，不良事件真多。上新通报，总共有2839件，其中做 AZ 有2514件，做莫德纳325件。怀疑做疫苗了后死亡有444例，其中做 AZ 死亡有403例，做莫德纳死亡有41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全国的3级警戒延长到7月26日，调研即马拢要求7月份热天的电火钱应该比照6月份慢车实施。马洪声讲，经济部已经完成评估。行政院伫拜四就会宣布讲，7月份民生用的电火钱，利用热天较贵的计数来算钱，拍算有成千万套的收费。来看联合报，屏东县牡丹湾里拉食火锅群聚的代志继续炭烧。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陈正文已经请示，行政院嘛已经批准。屏东县政府调查，即马发现讲有15个人无伫家己的房间来食饭。
一个人要罚10万块，但郑文的阿某就爱罚20万。不过，伊讲，因是伫1楼独立的包厢内底食暗顿，并无去参加2楼的聚会。伊讲，伊会向官府说明。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甲欧洲国家的关系即马愈来愈麻。有风声讲，政府今仔日上紧就会宣布讲，咱台湾要伫立陶宛设代表处。这是顶年咱伫非洲的索马利兰设台湾代表处了后，搁一摆重要的外交胜利。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搁有1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3级警戒要降级是真有机会，不过咱爱一步一脚印，爱豆豆来。谢谢大家参加。国内增加15个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新北市11例上济，桃园市3例，台北市1例，另外增加1个死亡个案。15例里面有9例已经知道感染源，那6例关联不明，还要持续做疫情的调查。国内疫情慢慢缓和，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为3级警戒降到2级可能性真悬，不过爱慢慢来，强化预防应变能力。因为即马有不少国家若放令，疫情就回升，所以咱台湾会用稳健式的开放。英国实在是很大胆了哈，他们现在案例数也4万多，那他们昨天也解封，那大家也看到他们那样一下子解封，在夜店啊，在街上那样的一个情绪，我相信风险很高了哈。不过他们的本钱是在疫苗打得非常的高哈，不过也染疫的也非常多，那这也是一个经验。另外，为防堵Delta病毒，指挥中心也宣布强化机组员检测措施，为7月1日开始，长途航班回台，拢要各增加1摆 PCR， 各入境时就采检。就算已经做2剂疫苗，也要实施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若是派飞8个重点高风险国家航线回台湾，14天国家检疫地点，皆能选择防疫旅馆或者是防疫宿舍，免选客家。近来大家也知道哈，在国外的疫情可以说是再起，好，那而且是以变异株为主，而且来的也是很快很猛，好，所以在边际这边暂时性的在这波疫情还没有，就是说没有缓和情况，只会更严，不会更松。做疫苗意愿登记甲预约系统第3轮的意愿登记，伫19中到12点为止，全国有887万人登记，其中495万人有意愿做 A 级疫苗。但市中表示，会针对第6、第8、第9、第12甲1973年12月31日以前出世的民众发送预约简讯，差不多170万人会收到。按算7月23到29开始做。不过，只有选 A 级疫苗人才会收到简讯，若无未收到。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1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1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429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500万例，印度是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549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93万例。镜头来法国18通报过一日新增加12500个确定病例，已经小连续3天拢超过1万例。所以法国伫19个时有调整防疫规定，亲像是强制要求医护人员一定爱注意风险。法国对抗疫情的新计划推出了19小可做调整，包括8月开始的健康通行证罚款。本来规定企业就会看客户的健康通行证，若做无够就罚45000欧元，换算台票15万。这么改做第一遍罚1500欧元，换算台票5万。若是搁犯，罚款就愈来愈悬。官员讲，查通行证是要互大家适应新的规定，袂一开始就罚。不过适应期当时开始，会偌久，当时会结束，怎么也未决定。Nous sommes entrés dans une 4e vague du virus. Nous constatons une vague plus rapide, une pente plus raide que toutes les précédentes. Nous devons tout mettre en œuvre dès maintenant pour que cette vague ne soit pas aussi
plus dévastatrice。法國總統馬克宏頂禮拜宣布相關計劃時陣，國內疫情愈來愈嚴重，注射率高企。À l'heure actuelle, on peut constater que les hospitalisations sont reparties à la hausse, certes en partant d'un niveau très bas, mais à la hausse quand même, plus 43% d'admissions à l'hôpital et plus 27% d'admissions en réanimation en une semaine. 新計劃包括強制要求醫護自有放射，抑個佇咧公共場所用餐、買物件，或者是坐運輸工具，攏要用到健康通行證。相關規定抑個包括體檢若陽性，就要自我隔離10天，被認為是歐洲上嚴嘅防疫措施之一。一公布就和熱愛自由的法國人上街頭抗議。公視新聞吳文明報道。來關心極端氣候害美國甲俄羅斯的火燒山，即馬是燒袂煞。另外，印度的雨季今年較晚來，結果是做一屆上大雨。並尾發生最崩山，已經造成23個人死亡。俄羅斯聯邦之一個薩哈共和國野火燒出來的火焰，予51個城鎮的居民已經幾落天看無日頭，因為閣透大風，所以火燒炭較真緊，燒掉的林地差不多80萬公頃。當局派出軍用直升機載運2270外消防人員，佇地面甲野火佇車拼，不過效果有限。首府雅庫茨克市長18建議民眾踮佇厝的，唔通拍開窗仔門，避免受傷濟火焰。Если бы не сильные ветра бы, удалось бы побыстрее бы что-то сделать. А вот сейчас, как видите,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е ветра, с этим вот проблемы возникают у нас. 美國加州甲內華達州各界7月初時雷公卡掉所引起的塔馬拉克大火，日透暝還佫咧燒炭，超過21000英畝的林地燒了了。國家廣播公司 NBC 新聞講，消防人員對地面噴阻燃劑，想要阻擋大火。不過，佇當地時間17早起5點為止，一點仔效果都無。設佇愛達荷州的國家消防中心，截至15個資料顯示，全美國12個州有70個主要火場，燒掉的林地超過100萬英畝。若是佇南亞的印度極端氣候用另外一種的形態發威，24點鐘無停落大水雨，18透早佇孟買附近引起土石流，崩塌的圍牆將幾落間民家跌歹去，一寡人還佫佇困，根本就袂赴逃走。活待佇土梅果仔內底，目前已經知影有23個人不幸死亡。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調查變種病毒的病例數佇頭咧增加，投資人士驚講佫封鎖會影響經濟。美國股市道瓊指數大落725點。來關心海地總統莫伊士被暗殺死亡，了後呢，當地政府政局就真無穩定。新的政府按算佇今仔日會成立，是由莫伊士在生之前指定的人選來接總理的位。來關心東京奧運拜五要起鼓，希望也未必就一直透傳出有人確診。不過美國的第一夫人吉爾訪問日本的行程並無改變，伊會照常參加開幕典禮。東京奧運大車拼公司嘛有派記者去到日本，咱第一批嘅選手佇昨昏嘛有坐包機到位啊。若工作人員其實較早佇7月14就已經到日本，先去確認相關的防疫措施，甲選手穿的滴滴，咱嘛做伙來了解。中華奧會會徽大擘中華代表團入牌，中華奧會佇主媒體中心辦公室正式成立。奧運期間，台灣的平面媒體將記者報道上新的比賽狀況。不過，對14到東京5位先遣人員來講，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回報選手村內狀況。其實，在代表團入村之前啊，其實在村內就已經有非常多的防疫的設備，包含了其實我都說5步1位10步1缸啊，都會有很多的酒精乾洗手的消毒的作業。所以其實這個防疫的功夫啦，哈，其實各國的態度不一。那代表團的我們其實還是要靠自己啦。將按上新防疫政策，等選手對職員入境安排住佇選手村加村外駐點，其中3個點將是羽球、射擊加高爾夫大的飯店。在村外的這些點啊，無論是選手的比賽場，還是住宿地點，反正就是這2個地方他們可以移動，這2個地方都一定有採檢站。美國奧會佇 NPC 的辦公室也成立，因為美國代表團有620多位運動員，是亞特蘭大奧運了後人數上濟一擺，已經有10多位行政參加媒體聯繫人員進駐。佇西班牙奧會媒體辦公室雖然只有2位本地記者2位攝影，也毋過因講會予西班牙民眾知影180多位西班牙選手的消息。In here, in our office, there are
people who help the U.S. media. So they're press officers who the media come and talk to them, or they go talk to the media, or send information to the media. The U.S. It's kind media. of the bridge? Yes. We are just 4, and we have another person in the Olympic Village. And we have another reporter with our president. We have each of us have 80 or 90 masks. 做好防疫，各国奥会甲媒体人员一切准备好，伫要开幕，只求每一位选手健康顺利比赛，争夺金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5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141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715例，台北市是4729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49例，苗栗548例，基隆309例，彰化是270例，伫台中是205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一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是15429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141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新北市伫昨昏新增加11例本土病例，其中还有3个感染源也毋知影，也咧调查。另外，南口的三井outlet有人确诊了后，新北市政府就随启动企业体检专案去协助。新北市19新增加11例，其中5个人是旧案，居家隔离体检确诊，有3例是家属收回，也有3例确诊，分别伫板桥、泰山甲土城，感染源也搁伫查。另外，南口三井outlet人员19早起 PCR 体检确诊了后，新北市政府紧急通知百货公司差不多3200个员工停止上班，大规模体检，业者原来停业1天消毒。要求业者启动清消筛检跟健康监测管理。这个部分做完以后才可以复业。复业的时候，员工需要持阴性的证明，才能够进场。未解封的部分，新北市除了18公布5馆一园开放，19原来宣布比较顶礼拜图书馆照业模式，开放71间红仔册公店出租店，采用预约制，由业者代替出境，而且要做前后拢爱消毒。但是户外海沙堡也是暂停无开放。另外，台北市19新增加1例偏好按15557月初4捌坐高铁到桃园华泰名品城，7月12至16伫家己厝的面店用餐，7月13到14尾也嘛去台北火车站前的健身房运动。这个是中正区的个案，那它也是这个今天的唯一一个案子。那因为这个个案它的 CT 值是15.5，所以是比较低的。台北市上山户政事务所一个带家人的员工，18暗时伫家人采检确诊，市政府19针对这栋行政大楼注册304人采检，也完成消毒，安排6个同事居家隔离，也通知这个员工把服务过的36个民众自主健康管理。机动的快筛队，你知道吗？整个车子开到松山户政事务所。所有人下来，全部一个一个全部做筛检。他工作的那一栋楼，要停3天，整栋大楼是停1天，照标准。台北市也提出产业纾困新方案，包括着托婴中心，立做6月到7月停托期间，无向家长收费，也是收钱了后专业退费，上悬补助15万。市区公车业者因为收入降低，也互因总金额2.9亿的补助，航空巴士原来互因拢总2624万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那阵9月份开学了后，疫情也拖袂煞，学校要继续停课，要安怎？台北市即马有提出一项规划，就是讲有一部分的囡仔是规划去学校上课，也毋过大部分的囡仔踮厝内继续线顶上课。这个规划一提出来了后，是引起讨论，嘛引起批评。那新北市政府讲，因袂去参考这款做法。全国3级警戒延长到7月2日，虽然疫情缓和，但不过9月敢会当顺利开学，也无定论。若讲继续3级警戒停课，台北市规划小学甲高中上课采取分层分流。以国9甲高3来讲，分做实体上课甲离校附近教室公布看直播，两边各占50%。学生以实体到学校为原则。国小1年甲6年国别参高1甲高2上实作课程是以班群为主，2到3个班组成班群，其中分为 A、B、C、D 4个群组。A 组是有照顾需求的人，爱到学校上课。B 到 D 组是伫厝公布看直播。实体上课人数大约50至15人，落实每回组
保持安全距离。8月10号之前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定调，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会召开视讯会议来征询我们教育伙伴。 还有专家，包括家长的意见啊。因应疫情，台北市规划创新的上课方式，扣押予教师团体甲家长烦恼，实体教学同时线上教学真歹兼顾。谁要到学校实体上课的时候，所有家长一定全部举手。那个教学变成是没办法顾全线上教学，还有在家里的。台北市初步计划采取线顶线卡南做会教学，不过新北市目前无地理做，未来将以各地疫情甲环境，采取实体授课、分流授课甲线顶授课等多元模式实施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咱今年台湾乌昂村是大丰收，也毋过拄到疫情，受疫情的影响，继续是大落，互屏东东港的渔民真无奈。今年乌昂村的季节已经结束。 对4月到6月3个月的时间，总共掠到4000外尾，平均年工期皆有1000外尾，也创下13年来产量上济的纪录。今年的黑尾鱼产季总数是4364尾，那创下了从97年以来，目前是今年是首度也是冲高的，那成长了大概有1340尾。 虽然讲今年是乌昂村的丰收年，不过5月开始，国内本土疫情开始滚价，价销却是直落，10公斤对500-600块，达到剩100外块。佮加上伫3级警戒期间，观光活动拢暂停，餐厅也休困，大量的乌昂村就安尼消无咯。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当然它的那个。 产值就不如以往那么好，渔船拍卖价少了很多。那其实摊贩这边销不出去，他们其实也很苦不堪言呐。东港渔会表示，乌昂村就算经过冷冻退冰，口感也是真好，希望当地餐厅业者通加买挂。因为黑尾鱼它是可以超低温冷冻的。 所以如果说大家餐厅有需求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再跟我们这边的摊贩持续购买。那黑尾鱼它不管是在当季，还是说它是超低温冷冻起来其实它解温之后，它的口感还是非常好。若是爱食乌昂村，除了通向番仔来买，当地也有不少餐饮业者推出几套乌昂村的料理。 希望得到乡亲的支持，用行动和在地渔民相挺。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卖了，才有咧种土豆，因为要收成的时落大雨，土豆拢有的是不硬出芽，甚至会生菇，无法度卖钱就准煞，即马搁爱开钱请人来种，原来是真无奈。前一阵仔是土豆的采收期，煞不幸拄着大雨，农民搁爱开钱请骹手。 来甲乌起的壳、生菇的土豆拢景景出来，成本和损失也拢增加。因为落雨落去歹黏啊，黏起来拢足歹，就爱搁浸过啊，才有番仔会买啊。啊，土豆的天时若好，就毋免顾啦，久久啊来用一遍啊就好啊。啊，若天时无好，规工爱顾伫遮啦。土豆爱种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伫春天和秋天分别会当收成一届。产地多数是伫咧中部。 即届就是因为要收成的时，拄着连续几落天的大水雨，地势生菇烂去，乌较拍，而且土豆收成了后，搁爱拍，若直直落雨，就爱用布去盖，毋过翕上久又搁会浮硬，就袂当食，也拢袂当卖。这就是伫远的在长的，就是出芽，都已经伤淡出芽啦。啊，即种的就是伫远的，已经都迄发芽饼的乌较拍袂。 算也无成月的时阵，已经成月啦，啊，都伤干，搁晒着雨，伊落去就乌较拍，袂使食，这都防剧毒素，就不能吃啊。即马气候愈来愈极端，有当着啊烧热，有时阵搁上大雨，看天食饭的农民也无大话，只有是承受损失，看状况应变。记者综合报道。 伫屏东的那边家当有饲石斑碗鱼，也毋过因为即马受疫情的影响，真侪餐厅无开，影响销路。渔会即马除了替乡亲到申请政府的补助，嘛呼吁民众会当交管，帮助渔民渡过难关。疫情冲击各行各业，屏东在地养殖业也受到影响。 因为真侪餐厅休困，出产石斑、碗鱼等等的拿边甲家当，都鱼产销袂出去的状况，
介绍嘛对咧播。内销的部分，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比咱消费第一市场已经降掉1/3。虽然行政院有公布纾困4点0生活补贴，希望会当领到1万或者是3万的补助金，不过议会也是希望增加鱼产的销路。这阵啊，佮配合当地防疫平安箱的平台，互民众免出门，也会当伫线顶买到在地鱼产。我们议会因为做了蛮久了，很多客户都知道，所以宅配这一块我们做得还好。议会表示，北部冷冻包裹暂停配送，希望中南部的民众会当利用主文送到厝的服务，帮助渔民渡过难关。议会也会协助渔民甲养殖户做伙经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从13开始，咱已经未解封。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会当小可解除封锁。即马国内艺文场馆嘛，豆豆开始用登记的方式，互民众去参观，也是参加活动。伫高雄的画舞营，昨昏嘛有公布下半年的艺文表演活动。疫情里面，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被打倒，我们一定会想出方法。对，没有衬衫，我们就用纸板。用线上的抓帮写作观赏桥，画舞营艺术总监甘文彬宣布，今年后半年将会有几啊档节目甲活动伫画舞营登场。经过精心设计，而且沙盘推演，如果碰到疫情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应变？从9月开始，大家都可以进到魏武营来跟我们欣赏现场的这个表演。指挥中心宣布，境界小可降价了后，各大艺文场馆积极准备，期待迎接民众。画舞营推出基金制作舞蹈音乐戏剧等多样性的演出甲活动。第一波卖票将采用每回组形式，第二波以后佫看情况调整。另外，当年秀乐拢会邀请各个团队来台演出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今年佫因为疫情境界升级，改做全面线上化。5月的时候，疫情爆发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完全都没办法演出啊！大家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国家的文化或者是他们的音乐什么的，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借由这个机会，跟我们这边的观众可以了解到这些国家有哪些重要的团队，他们的音乐跟文化。今年的主题音乐会中有19个国际团队，其中14个团队是头一摆参与。除了这之外，主办单位也策划友谊之夜，邀请有关注新冠疫苗和台湾的美国、日本、立陶宛甲斯洛伐克团队参与。也佫有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台北国际合唱大赛，今年采用线上方式进行。台湾疫情目前较稳定，台北市也要为20时开始开放淡水国际博物馆、棒桥、435艺文特区等室内空间，期待疫情的转好，会当协助艺文产业渐渐恢复生机。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咱国内的餐饮业是升长甲真热烈。行政院即马打算要个推出振兴券来协助餐饮业、旅馆也个艺文团体这行业。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昨昏时表示，这个政策需要时间来规划，目前已经交予相关的部会去发导，目前也是无鼓励民众出门。新人举办婚礼的婚宴大厅，即马空，三个境界禁止内容婚宴会馆变做疫情重灾户，业者停业2个月，也是爱支付我800位员工的薪水。对此，行政院准备再度发放振兴券，优先锁定急需抢救的餐饮业。台湾餐饮业联盟表达乐观其成，也不过认为金额至少爱提高到5000，还是1万。是除了发振兴券以外，我们也希望说，针对我们餐业还有这个婚宴业，去做更多的这个专案的这个补助，因应那个疫情的冲击，那这个电商的成长，然后外送跟自取，那所以这次经济部也在这振兴后也提出了一个怎么样帮助业者。那化社提悬振兴券金额，支持东表示政府补助方案爱分期分流。行政院有计这礼拜开会讨论，要求国发会甲经济部、交通部、文化部、农委会等进行相关盘点，参考去年状况规划方案。另外，振兴措施上路的时间点，行政院长苏贞昌19讲话保留，强调现阶段犹原无鼓励民众外出消费。我们都希望能够来大帮忙，不过这个整个需要准备，同时目前疫情也还在3级警戒中，还不能鼓励民众出来消费。目前还是以防疫工作为优先呐。目前整个各个部分都是
正在收集跟了解各界有关振兴措施的相关意见当中。国发会指出，目前疫情还未放令有缘的收集各界意见。苏贞昌表示，去年实施振兴券人民参与程度达到99%，带来2000亿的经济效益，有效刺激类似产业。所以，这摆再度发放的振兴券，聚焦餐饮旅宿、展演、艺文活动等。也毋过，苏贞昌讲需要准备时间到啊，自然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是讲咱目前国内是小可解除封锁，也毋过观光产业也未恢复。那旧年的一寡业者的纾困贷款，即马爱开始还钱，有业者就呼吁政府爱加补助加关3天，而且毋望讲贷款还钱的时间会当延后。也毋过搭着好时机，会当去关岛注意风车兼佚佗。即马即个旅游行程是袂甲空，阁有企业是冒团冒名额，互员工去参加。民众家己翕最近参加关岛旅游行程，由专人注疫苗的画面。虽然最近国内扩大疫苗注射对象，也是有未少人选择自费出国注疫苗。国内上大间旅行社向西旅游6月杀出5天4暝关岛疫苗旅游行程全部销完，就连22天的长天期行程也超过预测，301个名额真紧就销完啦。旅行社分析，旅客对疫苗品牌有特别的指定。5天4暝行程有40%的旅客选择 BNT，22天期当中有90%的旅客选择 BNT。辉瑞部分至少第一剂跟第二剂要间隔18天，打完第二剂之后还有3天的时间。96%的旅客会选择施打 BNT 2剂。不过业者表示，疫苗旅游行程是真需要才会去，对着国内扩大疫苗注射对象，相机就渐渐减少。其实，为疫情爆发以来，国内观光旅游业差不多拢无生理。部分业者是讲，去年受到疫情影响，申请的纾困贷款，今年已经到限钱的时阵，互营运更较困难，呼吁补助都要加钱，搁延延贷款的期限。从去年陆续就有在申请，今年已经到了还款期。那今年的状况呢，又比去年更惨。所以是不是这个政府应该把这个纾困贷款的还款期应该展延？再来，纾困贷款的办理来讲，甚至应该要有第2波或第3波。截至5月底统计，政府纾困执行率较无50%，业者是批评纾困无到位。有业者认为讲纾困贷款申请的顺序麻烦、补件困难，一直讲劳动部承办单位业务量大，人力严重不足，建议相关审查工作要赶紧发包出去，才会当加速推动纾困效率。交通部观光局是回应，贷款点延需求牵涉到金管会，会伫1礼拜内提出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真阵啊，囡仔、学生囡仔拢是用线顶在上课。即马新北市的线顶就业博览会嘛改变方式，增加被因透露会当改伫线顶零次，也是用 VR 科技来小解企业，嘛互要找头路的人透过寄电子批送履历。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资讯面。实信就通参加面试。新北市政府19举办第2波线顶的就业博览会，可能真侪民众爱踮厝的个囡仔，也是无方便到现场。阁有厂商特别增加 VR 科技，互求职者通伫线顶先看因的小解，了后再等履历表。这一次我们的客制化求才里面有4家厂商是 VR 都已经先拍好的，那里面就有很完整的企业的介绍和内容。新北就业服务处表示，虽然未解封，但是民众大部分也是先伫线顶找工课较济。另外，线顶就业博览会7月开办以来，因为失业来找头路的人占5成2，比去年同期加倍2成。这摆的求财行业嘛有小可改变。一般服务业和科技制造业的占比其实是相当的，都大约是占在2.5%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微解封现在来说的话，一般服务业开始释放的职缺有慢慢的提升。新北就业服务处指出，过去的停材有7成是科技制造业，即马随店头开门嘛开始有一块，总共有50间的厂商提供要1800个工课。另外，只要求职者用电子批注明要面试的企业，伊嘛会统一收件总互厂商安排线顶见面。记者陈阿文调随采报道。
镜头来屏东万丹的顶拿村有一区田，因为地主想要摕来种电发电，嘛要摕来饲鸭，这是引起附近的民众烦恼讲会污染环境，转向地主抗争。民众嘛发现讲，最近有脚踏车咧出入咧种地，所以因嘛去向县府抗议，要求县府出面主持公道。村民抾白布条，徛伫县政府头前抗议县府应准业者伫农地饲鸭佮兼种电。农民会遮生气，是因为因发现地主3工前已经请怪手开始种地。太阳能，起好伊就要放鸭落啊。伊无申请鸭，伊申请太阳能。伊太阳能。这对70几岁的老农翁仔某，住伫顶拿村40多年，看到隔壁农地要饲鸭，即马佫讲要种电，因真烦恼会污染环境，附近居民嘛反对。变相说要盖绿能，绿能嘛袂当伫农地起啊，你爱去袂当种这个所在起啊。这个好好的所在，为什么要搁甲饲这鸭落？这是重点啦！当然，阮一定要抗议到底嘛。被抗议的地主有2区农地拢总1甲外，农业局表示，饲鸭场若是合法通过，就会当伫厝顶申请绿能设施。鸭舍的建设，容许有过，但是他没有申请绿能，所以他现在还没有要做绿能的这个设施。农业局表示，会监督地主的新鸭场做好环保。不过，农民讲为着生活，因会抗争到底。记者陈嘉文为做屏东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英国。英国伫昨昏已经解除封锁，取消大部分的防疫限制，真侪公场所拢已经重新营业做生意。虽然英国的预防下注射率是真高，不过嘛是有人烦恼讲，安尼生根本是无重视弱势族群的风险。这毋是咧看年算时间，因的心情却比看年也较激动，因为英国19透早正式解除大部分的防疫限制，最后开放的夜店总算会当重新营业。大批伦敦的民众前伫现场音乐会，欢乐跳舞规暗，享受人甲人的互动。I want to dance. I want to hear live music. I want the vibe of being at a gig, being around people. I think I'm really excited for that. I feel like we've lost it. Yes, it feels like Freedom Day. It really, really does. Yeah, to me. 英国驻疫苗率非常高，已经有87.8%的成人驻第一档，2/3的成人完整驻疫苗，是首相强生大胆支持境界解除的原因。虽然大港确诊数一度提升到5万以上回，关于注射率已经减低确诊甲重症的相关性，英国支持声音真开。英国有380万临床上真脆弱的族群，彻底放零防疫，这会为因带来焦虑。自由地的讲法听起来也特别差耳。It's very much more of a anxiety day for many of us, and we're not just talking thousands of people here. We're talking 5% of the UK population. 另外一方面，英国首相强生因为捌甲确诊的卫生大臣谢韦德接触，向追踪 Apple 通知需要自我隔离10天。We did look briefly at the idea of us taking part in the pilot scheme, which allows people to test daily. But I think it's far more important that everybody sticks to the same rules. 强生原本无打算要伫厝隔离，想要改用监督实验，逐工采检继续工作，也过随风批评，这是政治特权。所以伫3点钟来大改变，改登去即马隔离10天的规定。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正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不时拢有局部地渐雨，若中南部是过大了后有局部阵雨，也是西北风。另外，新竹以北、金门、东部今仔日的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提醒乡亲，拜4到拜6是风台烟火风台上赶近咱台湾的时，各地头拢爱细致透强风、上大雨，风台要来哦。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运动。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6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